24日清晨6時24分，鰂魚涌一名女子墮樓倒臥於濱海街15號金海大廈對開，救援人員趕到，經檢驗後發現姓張，18歲，女事主當場死亡。警方在場檢獲一個背囊，相信張女由大廈天台墮下。警方檢獲遺書，事主透露因工作及家庭問題不快。今日24日清晨6時24分，鰂魚涌一名女子墮樓倒臥於濱海街15號金海大廈對開，救援人員趕到，經檢驗後發現姓張，18歲，女事主當場死亡。警方在場檢獲一個背囊，相信張女由大廈天台墮下。警方檢獲遺書，事主透露因工作及家庭問題不快。